乡村法律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亭亭跌落山，隔片的风景和安详。天桥过后到世界上，和茫茫的草忧伤。观众朋友。今日来到的从化，从化吼宣传大家了解一个最有名的客人，就是我们的台湾新文化之父赖和。伊本来是医生，后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，回到家乡来推动的新文化运动，主要还是用白话文来创作的。所以大家看下后背个壁，伊还是用100块公版来做起来的。当时吼写论赖和写的诗《千金》，赖和写个诗的时节啦，伊还是用河洛话来写的。今后就来挑战，用客家念看下声，看下念得出来么？夜机上呼喊，跌破死一般的树木，影响的尾巴，风沙到地平线以外。弹起来乖乖用来咯。好啦，今天带大家去从化了。从化唔单止像有文化同宗教，加上还音乐吼。今日节目一定会丰富。来去。下来到从化八卦山底下嘅南天宫，那边吼主神行去太神爷，各位我头到拜也行去东岳太天。总管体育嘅，也见到嘅特色啦，还是有18层体育，做嚟本人参观，系落去行看下先，唔知会佢电影讲冇？系本来佢期待嘅，但係一上来就躺到地步，又发出佢电影讲嘅声音，我系定会是紧张嘅。话唔多讲，系加先呢落去看下先。我係嘅奈何橋，係佢電工規定嘅，還有個聲音。哇！嚇死！我對下邊嘅攏有寫牌，會小解看啊，反正嘛個唔錯嘅事情，所以你來講會受到審判，受到處罰，因為太少條該下都市，哪裡賣毒品？賣毒品放高利貸，會到你呢？唔懂咯，伊要捅嘅，伊要捅，唔可以嘢衝嘅，嘢衝嘅，本人夾出來嘅，向前殺人啦，販賣人嘅，還給弄鬼蟲嘅嘴，還給跳那本人剁下來，雖然弄嘅底下弄嘅假嘅，不過那程度厲害嘅鬼唔係幾好。哦。哎，我怎么给啊？你个有没有走出来吧？枪杀刑警，杀警察。哦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啦？本太阿坑，我们要跳哪吞黑嘞？跳哪吞黑嘞？啊，这个是活人哦，这是真的人，无聊的人。杀警察啦！我要本你開，我來下對下處罰。你嘅睇電影講嘅吧？你跳哪本人？知那個有冇地位嗎？
那个有冲的是天有啥钢铁嘛？不过因为钢铁哦，你迄钢，你练的拢会下。大家啦，莫白讲话，莫骗你，莫讲你的坏话。我说体育吼，不你吃饭的时间，三马不你过下来，就对你讲么？对，我的最后一招，孟婆汤。太阳应该拢有谈过故事。喝完孟婆汤，前10个记忆就会唔记起，而重新走你。好，跟体育行的一转，大家出去咱从太搞分享，要先离开那个地方哦，要去上一个电影奖啊，一起出来。我惊啊！安尼嘛对来讲吼，拢眼种啊，伊今年伊去行的无你会偏爱行。会扣几个哦？这个不是参观，这个不是参观，这个叫做鬼屋。哦，也行啊，你去魔界怪谈呢，可能那个木莲救母。啊对啊，就故事有兴趣的观众朋友，做得去家去查来看。啊，看起来哦，就在中巴也未参观看哪是。你要踢红妹吧？啊，你要踢红妹吧？啊！你跳哪？比起来，你可唔可以忽然走出来吓到我？哦，有個屯頭島無橋我頭島嘅體育行嘅一條線行過去嘅，要不有個通線，跟冇一樣，恐怖程度增加。你明來看唔到條線會發生乜嘅事情？唔會做乜嘅，唔會做乜嘅，唔會做乜嘅。哦，行好。冇事。哦，我那个上了。已经免贵对你讲呢，给你们近看一下。哦！那个就僵尸哎，僵尸。哎，要给屯体育冇办法比啊，要给电影讲一刀诶。好了，为了证明啊，真是有行以来啊，是一种相片。纪念一下，证明啊有来过。哦，树江，南天宫树江潭。来，人家较熟的东西，麻烦你讲来树江，来就到。你好似地位唔記得黑多嘅啊！拜託，梗係樹強，因為佢呢哦唔會傷唔到狗啦。哦，拜託。老闆係我任羅夢。而樹空拿起嘢條男啊！以前任羅王波多。他說來吧嗎？楊羅我就會開始審判，看他做乜嘅壞事。啊，總算行出來啦！先對他嚟講，係唔會再逆氣嘅哦。起碼這邊就溫馨多了，所以條線先黑啦，黑講嘅出來，用這個來平復一下。呢個係梁山伯與祝英台。所以老闆嘛，迄是神話故事，還看到有人來了，訪問一下。大哥你好，會講客家話嗎？我媽媽。哦，拄好前度要講客家嘅，來下了哦。係啊。啊，兩位想看下來下未行下嘅咯？之前天師兄可以碰到。天師兄有。像古人老了嘅。他唔敢講用嚟咯，會對人講麼？有時咧。一時嚟嗎？知嚟嘅啦。我客家英雄咧，要談到藝啲叫麼？家都唔多叫啊！有都咪叫啊，大神。人條都咱下伊行嘅司法前提喲。咁佢講哦行好啊，就參觀咧，資料應該行好吧？結果送咧，哦，一定嘅。魔法，還真是魔法。伊幾年行嘛無人皮。咩13年行，嘛13年行嘅。係啊，你個睇緊都唔掉平安呢去。哦，也比人家強啦。係啊，比人家強，韓國勇敢一些。你種花年嗎？6年來了。是安尼個拄好呢，時間按時拄好
您是不会讲合法的？哎呀，哎呀有演啊。有演啦，应该有喊人去庙里了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好，当然能今天喊下去。好，不要拿来聊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大哥，谢谢哦。有拍到吗？是什么东西？哎，我的旅伴，你妈个时间怂了呀！好夸张哦，挪威有螳螂哦。一条亭亭跌落山，给片给风景，安安江。天南天宫参观了以后，还比客家都市过都市的啦。所以我哋中华市区吼，定来定去，买一些中华菜系的美食，来下边天空步道呀附近吼，选一个凉爽的地方，好好享受一下。来到中华，一定会是乜嘅？牛眼，中华牛眼係全台灣都最有名嘅。我又買一行嘅頭家推薦嘅香菇牛眼。嗰香菇嘅香意幾香，嗰個有檸檬蒜意，嗰個一呢個係用自家調嘅醬料啦。我買幾樣東西，肉包，買係幾香嘅一個東西。下豬頭啊，係有鬆板鬆口嘅。下個誒買2-3粒過去，俺們就唔是食的，再來按壓你的甜，一定要有一個涼爽的東西來吃。圓仔冰，係買綜合的，裏邊料有鳳頭的，是看下是。嗰種俺們睇是清便的時間，慢慢加鹽巴的感覺，啊，伊嗰度口味好鮮，因為俺媽嘅攏相似，所以俺點一個綜合的。最後一項點心係糍粑的，還講攏啲俺對面農的，面農最有名的嘛係糍粑的。不過係冇相同哦，而家糍粑係細細粒，將日本嘅泰福用咧，係嗰個貼皮落，而係啲鹹嘅，很 Q 彈，很 Q 彈。誒，點解要包肉呢？有小蝦米，還有啲香料，係幾好食，買特色嘅，係幾愛做嚟試幾下嘅。時間1分1秒1次行，生發一步一個樣。遇到馬嘅困難，都認真散茫愛。今日係中華了嘅幾日咧吼，係喺八卦山附近看到一個樹牆，但好像係賴河下嘅前進，然後喺嗰邊係感受到中華滿滿嘅文化風氣。嗰喺八卦山底下啊，有一個南天宮，哇！形容係中華旅行變成一個英雄歸程嘅意義。因為地方吼有18層鐵路做嚟本人參觀啦。以前係做底下一個地方嘅，不過因為係講無檔嘛，唔敢入去。一擺拄好透過拍節目嘅機會，就間起來講，好，我一擺一定要入去，看下算地位上咗嘛嘅勇士。後來入去以後，發現哇，伊小嘅下幾詳細哦，係有興趣嘅朋友吼，做嚟來中華了看下先。伊做嘛嘅想去做一個鐵路本人參觀咯。係呢種應該係因為吼，有個提倡安尼。一世人唔好做壞事，要心存善念。能講到中華啊，我唔會想到乜嘅泰菜，唔過像肉眼，係喺肉包，喺度個平常嘅小吃，睇下面攏幾重建，所以我偷到點嚟一看，慢慢嘅幾道東西食，一下食啦幾飽，咁一下吼就嚟練吉他。按多年點點的睇，體驗過幾百失敗。也就係愛散發嘅姿態。